行政長官梁振英第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，宣布推出63億惠民措施。呢啲措施包括今年10月開始容許合資格嘅長者申領2200蚊嘅雙倍生果金，並且將長者醫療券加碼至到1000蚊。吳志庚報導。上任16日，行政長官梁振英就宣布大派63億，受惠嘅主要係長者。老人係我哋嘅長輩，係香港早期嘅建設者，為香港今日嘅繁榮奠定咗基礎。老人家辛勤一生，若果晚年無醫，政府必須提供協助。政綱主打嘅特惠生果金入息同資產審查傾向寬鬆，同而家65到69歲申請普通高齡津貼嘅限額睇齊，符合資格就可以獲雙倍，即係2200蚊嘅生果金。超過40萬個長者受惠，要用60億。計劃仲設有追溯期。合資格嘅長者不單止可以開始按月領取2200蚊嘅新津貼，並且可以一次過咁獲發自今年10月起計嘅額外津貼。長者醫療券就由明年1月1號起，由而家嘅500蚊增加到1000蚊，預計70萬個長者受惠，庫房就要多用3億5千萬。梁振英希望外界俾空間佢。唔少人對我同埋問責團隊有所質疑，我希望大家能夠俾新政府空間同埋時間去做實事，俾我哋以更加貼近民情、更加有成效嘅政策，爭取市民嘅信任，回應社會嘅訴求。佢話民生無小事，過去幾個星期落區都有長者要求喺公眾設施增加電梯同埋扶手電梯，佢會喺各區增加呢一啲嘅設施。佢形容呢啲係民生工程。南寬頻電視記者吳志庚報導。